你哋爬山嘅時候有冇好奇過呢度點解會叫龍潭呢？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。桂峰山龍潭傳說，諗咗好耐咧，都唔知道拍乜嘢。於是呢，就上山徒步揾下靈感，然後咧素材就出現啦。點解喺龍潭旁邊會起咗一座水電站呢？傳說龍潭之中咧就藏住一條掘尾龍，可以呼風喚雨。而現實之中咧，龍潭附近咧真係有個龍王潭，係當年遇到天旱嘅時候嘅求雨之地。所以呢，本期就嚟探索一下呢個龍潭同埋龍王潭喺邊度，睇下會唔會真係見到真嘅龍呢？冇錯，呢條尋龍之路真係長啊！1958年，為咗解決成個會城北部供電嘅問題，1200幾新會人民咧就前來支援，建成咗龍潭水電站。呢座水電站咧總投資係70萬，大部分咧都係僑資，主要嘅捐資者咧就係旅港鄉親唐真嚴女士。2000年之後咧，水電站完成咗使命，停止發電，而水電站依託嘅水流咧就係來源於呢條潭。陳白沙當年咧就稱呢條潭為聖池。稱呼呢條瀑布咧就係聖池瀑布，天下奇觀。咁聽講龍潭隔籬咧係有塊巨石嘅，上邊刻住林朝海嘅手書《奔雪飛圖》，用嚟形容瀑布咧就好似噴雪。過去探索一下先。好啦，真係發現咗寫住噴雪飛圖嘅牌啊！果然石刻就喺呢度，隱約咧仲可以見到飛圖，睇唔清楚噴雪啦。傳說古時候咧，龍潭水係流向會城北門嘅莫家莊嘅。所以莫家莊咧土地肥沃，年年五穀豐登。到咗龍潭嘅瀑布底，有幾位靚姐喺度戲水啊！我啊有啲社恐啦，快啲走啦！喺某一年呢，一位啱啱上任嘅縣官就話咧，依家龍潭水嘅流向咧係唔吉利嘅，沖走晒會城嘅富貴功名。於是咧就派兵上山，強行改變咗龍潭嘅水向。咁莫家莊肯定係派人向縣官求情啦，點知咧就俾人打咗20大板。村民莫大龍咧就憤恨交加。帶領咗村入邊幾十個青年咧，就上山同官兵搏鬥。莫大龍咧喺搏鬥之中咧，就俾啲官兵逼到潭邊，好無奈咁樣跳入深潭浸死咗。傳說莫大龍咧就係跳入咗呢個潭度啦。莫老頭咧就痛失愛子，悲痛萬分，成日都去潭邊度痛哭啊。咁某一次咧，阿莫老頭就去潭邊思念個仔啦。突然間就天昏地暗，狂風暴雨，一條掘尾龍咧從潭中躍出，頓時大雨傾盆。雨水沖過屏障，等啲龍潭水咧回流翻會城北門嘅莫家莊。啲村民都話咧，呢條掘尾龍肯定就係莫大龍嘅化身啦，所以咧就命名呢個潭龍潭。咁根據翻新會縣志同埋陳白沙文獻嘅記載，龍王潭咧就係新會明清兩代舉行求雨祭禮嘅地方，俗稱求雨潭。1482年新會大旱，當時嘅知縣丁積咧就喺桂峰山築壇求雨，修建成咗龍王潭。並且咧喺龍王壇跪咗足足11日，直到天降大雨。因為求雨加上佢舊病在身咧，積勞成疾，最終咧就病逝於任上，年僅41歲。本身咧我想去揾下龍王壇嘅路，揾到好耐都冇揾到啊！網友知唔知點去啊？發現真龍啦！呢個龍頭會唔會就係龍潭嘅象徵呢？冇理咁多，咁水啊龍脈先。落山嘅時候咧，聽到路過嘅阿姨喺度講，佢今年退休，準備創業10年。哇，聽到我真係鬼咁激動啊！即刻去超市買餸，今晚加菜。